什麼是負性症狀？受到負性症狀嘅影響咧，患者咧會失去或者減少原有嘅能力嘅。患者咧或者會經歷以下嘅情況嘅喎：情感表達平板。情感表達平板咧，其實佢意思就話面部表情嘅變化咧係減少咗啦，甚至冇情緒嘅反應。語言貧乏。語言貧乏咧，其實個包含嘅意思就係話佢嘅對答嘅內容比較短，好少講嘢，有時咧甚至變得好似沉默寡言，冇乜對話。缺少興趣。缺少興趣咧，其實係一種動力嘅，咁佢哋咧就會唔想去接觸其他人啦，或者係缺少對其他各方面嘅興趣，例如冇心機，唔想返學啦，對平時有興趣嘅活動咧都減少參與。疏於自理。疏於自理咧，意思咧就係包括咧，佢會忽視咗個人嘅儀容同埋衞生啦。亦都可能咧唔洗澡啊，唔洗頭髮啊，亦都冇咁注重自己嘅衣着嘅。咁其實咧，負性症狀咧係較正性症狀咧係更加可能會影響患者嘅生活質素。而且咧，照顧有負性症狀嘅家人咧，可能會感到咧自己嘅負擔更加重，因為一般而言咧，大部分嘅患者嘅負性症狀咧會比正性嘅症狀維持一段更加長嘅時間。而且咧，負性症狀咧，亦都比較難醫治嘅。我哋要改善負性症狀咧，係要同提升功能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咁究竟有邊方面嘅功能咧？第一係包括咧獨立生活嘅能力，另外再加上咧係要懂得去處理社交生活方面嘅能力。咁負性症狀咧，其實都係比較難以咧去辨認嘅。咁因為咧，其實負性症狀嘅表現咧，可能係因為其他嘅因素所影響同埋導致嘅。呢度當中係有啲乜嘢嘅其他因素咧？例如知覺失調藥物嘅一啲副作用啦，亦都可能咧係同本身患者同時間有情緒病，例如抑鬱症嘅情況個表徵咧係有啲相近。咁相對正性症狀咧，我哋可能較少留意同埋關心負性症狀嘅影響嘅。咁我哋亦都可能會認為自己同患者嘅關係咧，其實唔係太理想。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夠耐心去鼓勵患者咧，同佢哋一同去面對呢一方面嘅困難，其實患者都能夠有好大嘅機會咧去逐步克服負性症狀對佢哋生活上各方各面嘅影響嘅。